行動唔方便嘅狗狗咧，我哋會俾佢瞓一啲防壓艙墊嘅，咁以防佢冇辦法轉身或者瞓得同一個位置太耐，張床太硬嘅情況下咧，生一啲壓瘡。通常行動唔方便嘅情況下會伴隨失禁嘅，咁我哋會做一啲防水嘅措施。咁唔可以剪得太厚嘅，因為剪太厚嘅話咧，佢嗰張墊就會失去咗佢嘅功用㗎啦。咁然後我哋再喺外邊加啲防撞嘅物料啦。行動不便，但係佢未至於完全喐唔到，咁都有機會係會碌落床嘅，咁就避免增加佢受傷嘅機會啊。我哋通常每個鐘都會幫佢翻一次身嘅，咁以防咧佢瞓緊咗一邊咧，佢係會有機會喺呢啲髖關節啊或者肩胛骨嘅位置咧，去磨出一啲壓瘡。